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2篇，创世纪第6章第1到第10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实践的信。信心到底是什么？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说法，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一套的思路。但是信心到底事实上是什么？从圣经的标准来看，是非常明确、非常清楚的标准。根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那么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。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是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与雅各都非常强调信心的功课，并且明白地指出信心是必须去付出行动的。雅各书第2章14节，我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有人说他有信心，却不能用他的行为证明出来，有什么用处呢？那信心能救他吗？另外，在17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同样的，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牧师过去在加州服侍的时候，曾经因为教会需要租用一个礼拜的场所，就在一个白人信义会的礼拜堂里面聚会。也因此就有机会跟这个教会的牧者同工有更深的关系。曾经受邀协助敬拜赞美团队的服事，也参与许多教会的事工。我的孩子们也因此参加了这个白人教会的一些聚会，并参与服事。像我们老大牧平Peter， 他就参与宣教团队，那总共出去了宣教旅程6次之多，也连续4年到厄瓜多尔宣教共4次。因为这个教会还有他们所属的信义会，非常重视信仰的实践。这个教派的主张是God's word in our hands， 就是说上帝的工作在我们，这个我们是指基督徒，在我们的手中。每一次教会里面办理有关于社区关怀的工作的时候，特别是他们如果去承揽了慈善机构的这种所谓的食物货柜 food truck，周报就会刊登这个行动叫做 Faith in Action， 然后他们就开始解释哪一天、什么时候教会需要多少人来参与这个信心的实践。这样工作是负责包装食物啦，或是物资啊，然后在包装打包之后呢，就直接上货柜，就等货车来把它拉走。那这个 Faith in Action 信仰的实践，在这一间教会感觉上比任何一项教会的一个事工都来得重要，非常被看重，几乎是全教会大大小小都会动员到教会去执行这一项任务。根据希伯来书第11章在解释信心，
最重要的是如何实践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。圣经说，古人能够赢得上帝的赞许，就是由于他们相信。由于信心，我们知道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，这样那看得见的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。由于信心，亚伯比该隐献更好的祭物给了上帝，他借着信心赢得上帝的赞许。他被称为义人，因为上帝亲自悦纳他的礼物。他虽然死了，仍旧借着这信心说话。由于信心，以诺得以不死。他被提升到上帝那里去，没有人能够找到他，因为上帝接了他去。圣经上说，他被提升以前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欢心。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。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，而且信他要报赏寻求他的人。由于信心，挪亚在还没有见到的事上听从上帝的警告，造了一艘方舟，救了他和他的一家。这样，他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从上帝领受了因信而有的义。这些信仰的前辈都是以实际的信心行动来赢得上帝的赞赏，就如同耶稣基督说：“好又忠心的仆人，那领了5000，又尽心尽力去赚5000，或是那领了2000，又尽心尽力去赚2000的仆人们。”但是可惜的是，有一些基督徒就如同老底嘉教会的基督徒一样，那种不冷不热、死水般的令上帝作呕。更有些人就如同我们之前谈到过的，他们只愿意寄生谋取私利。有些人是完全的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如同犹太教徒，如同以色列人那些上帝的选民一样。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6节就谈到这些人。当人口开始增多，分布全世界，并且生养儿女的时候，有些神子看见人类的女子美丽，就随自己所喜欢的娶她们为妻。因此，上主说：“人既然是属肉体的，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，所以他们的寿命不得超过120岁。从那时以后，地上有巨人出现，他们是神子和人类的女子所传下来的后代，他们是古代的英雄和名人。上主看见人类个个邪恶，始终心怀恶念，就后悔自己在地上造的人。大多数的人都随流合污，跟着这世界走，背离了上帝的道路。基督徒的生命必须从信心来展现，如同挪亚全家一样，与上帝有密切的交往，成为上帝眼中的好人。这样才是活出上帝真正的形象的一个信心生命。诗篇122篇。有人对我说：“
我们到上主的殿宇去。那时我多么的兴奋！现在我们来到这里，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。耶路撒冷是一座重要的城，它既整齐又和谐。各支族，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族，都来到这里，照着上主的命令，向他献上感谢。这里有伸张正义的宝座，大卫王的后代在这里审判人民，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。愿爱你的人都兴旺，愿你城里有和平，愿你的宫里有安全。为着我的亲友，我要向耶路撒冷说，愿你平安。为着上主，我们上帝的殿宇，我要为你祈求幸福。感谢上帝在我们的过去一年当中保守看顾我们，在面对未来的一年，也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，求主帮助我们愿意用生命来实践，展现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